哇，冇想到吼，先生出嘅作业吼，大家还冇干冇啥解下吼，佢阿头吼，佢真正当实事，一下就抽到阿真呢做嘅主业，向下来去完成报告，约定讲，天光佢当初啲传堂嘅门口来见面，行个约讲，做乜嘅衫，做乜嘅裙，做乜嘅褲，唔过阿真冇去过嘅下真实嘅传堂。食個飯，古早佢會知道講，規身樣樣小小當緊張，唔知要樣解釋。啲家下嘅短劇地圖有當到嘅合法，愛教伴大家，愛留大家向下來分享，一下聽聽嘅向下來學習。第一集，食飯，食飯，吃飯，吃飯。向下去餐堂吃飯，向下去餐堂吃飯，一起到餐廳吃飯，一起到餐廳吃飯。下杯，很，願意。願意，當歡喜唔恨邀請愛，當歡喜唔恨邀請愛，來聽下男士演講。該歡喜唔恨邀請愛，該歡喜唔恨邀請愛。翻譯嘅意思就是很高興你願意邀請我。很高興你願意邀請我。好，下杯。走，穿着的意思。衫，衣服，我做一輛當正嘅衫。我做一輛當正嘅衫，來聽下男士演講。我愛做一輛該鬧嘅衫，我愛做一輛該鬧嘅衫。一翻嘅意思啊，就是我要穿一件很漂亮的衣服。我要穿一件很漂亮的衣服。